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大家节日好，欢迎收看《名段欣赏》。朋友们，今年是粤剧诞生100周年。那么，为了纪念粤剧的100年诞辰，我们的名段欣赏栏目组呢，在11期间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一档特别节目《锦绣粤剧美丽100年》。欢迎您在接下来的8天时间里，和我们一起走进繁花似锦的粤剧世界，共同品味100年粤剧的美丽和醇香。提起粤剧，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贾宝玉的那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当年粤剧《红楼梦》里的宝玉和黛玉初次相见时心神交汇的那一段对唱，借助着电影的轻鸟之力，传遍了大江南北。当《红楼梦》凝固成为戏曲电影史上一段永不褪色的经典时，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几乎成了很多人对粤剧最直观的印象。年人有时花草水，行动好比风得雷。眉梢眼光他收起，声音小马不为。年人分明话来抗心的恰是就是雨。朋友们，刚才呢，我们欣赏的这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几乎成了一个时期的流行歌曲。说到林妹妹的娇花照水、弱柳扶风，对于出生江南水乡的粤剧，仿佛也是再贴切不过的写照。但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粤剧并非一开始就有这样林妹妹式的典雅婉约。100年前，粤剧的前身落地唱书，只是浙江嵊县的民间艺人们走乡串户的一种说唱。当时还被称为小歌班的粤剧，洋溢着乡间浓浓的泥土气息。直到今天，我们也依然可以从传统粤剧剧目《九金姑娘》当中略微地感受到初生粤剧的朴素无华。南青色家高门看着你老啥子农民讲我那农地一分嘛当然嘛差一点嘛丢掉一副古董单阿娘侬不要把钱呀谈实质农民一啥难阿侬还帮侬来采家菜帮侬吃上年成洗面桶万语难去要苦不是拉动啊去是家老顽童我有神龙西山黄昏那个洞头人小暖都要用去是一张洗家头我有波呀山岗邀请那个洞乱忙里个红钱拉头我的三一老要苦与给付的农要苦与的付给呀与给付的是活该与的不该是太普通要苦的付给那个农
动梦，文弄啊弄动不那个动。夫妻同从承担，去世做个挑丝头。哎呀！地主的动名真难懂，名头叫哪个金丝那个洞，一刀真将不通风，府地给两对空，真理有理，机遇真，家家户户开仓空前，军快马扎门阵，一个皇帝所当中，三把罗子不用计，十家头闹哄哄闹哄啊！这头名要分难，名堂聚焦杨风头，千军万马是风军，有着凤凰手当中，风娇绵绵像苍空，一年到呀闹风啊风。万一一只奇瓜那个洞，一根黄当在当中，一根米婆通天那个空。几手，后腿不隆咚，零零起来稳噔噔稳弄啊弄，叫啥个那个咚？这样的东西天天见，名堂去叫屌丝痛呀！哎呀，阿龙啊，看着这种麻将，我随便哭哭好的。这样侬谁会哭的呀？看大人都关窍，这这动人都知那个道。我背起个鼓上往石家去啊！十年了，要想难我难分那道。朋友们，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在水乡田间游唱了10多年的越剧，带着对大都市的向往和好奇，怯生生地走进了五光十色的上海滩。面对十里洋场的满目繁华，年轻的越剧想要留住那些因一时新鲜走进剧场的上海观众，迫切地需要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由长篇弹词改编而来的宫闱喜剧《孟丽君》自然成为了最为合适的剧目之一。才女孟丽君跌宕起伏的经历，不露痕迹地弥补了早期越剧在舞台上的拙朴和稚嫩。这个剧目被排成一个28本的连台大戏，推出后场场爆满，直到演至13本时，因为剧院被炸，才被迫停演。演出虽然暂停，但越剧却开始真正在上海打开了局面。时至今日，孟丽君仍然受到了越剧观众的钟爱，只是如今的这个戏，它的吸引力早已远远地超越了曲折的情节本身。这气你来宽呐！你看那红叶飞过深深明，青裤子吃鸟乃是安静。
自两苦心，这是今日遇上令，君臣同乐应尽心。知青们才是人也风流，真要你即心应是真不语。请万岁赐教好。化作万字要神用，六十千余细要用。今日上元陈世好，神面好中相依同。万岁！花开花谢园中景，云去云来岭上风。园中也菊飘落，岭上青松十根浓。疫情在望不出中，须是今年日子之久中，我啥能有此年内中，定是国爱帮定国好自动。趁此次得以乘风发律师，丞相丞相，你看前面就是城里撒娇，令我骑马过桥啊！请尊尊。上郊去西关营房点子用。朋友们，进入大上海的短短几年中，初露头角粤剧很快就认识到，仅仅依靠九金姑娘那样质朴的表演，或是孟丽君那样曲折的故事，很难长期征服上海观众的口味。所幸的是，粤剧不只是拥有九金的朴素，同样也具备了九金的聪慧。他极其巧妙地从周围汲取了各种营养，来不断地提高自己。这种学习很快就崭露成效。作为剧种立身之本的粤剧音乐，首先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种新式的唱腔四宫调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粤剧当中。四宫调的明快活泼、清新优美，为粤剧舞台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广为流传的很多名段都是典型的四宫调唱腔，比如说《盘夫索夫》当中那段著名的“官人好比天上月”。
想吊心，我到荒田吃爬草，谁知殊途一盘黄金，来真待我是真心意，我岂能负他一片心？朋友们，刚才呢，我们欣赏了一段四宫调的唱腔，从四宫调开始，拆调、弦下调等更多优美的新腔逐个出现在了乐曲当中。随着粤剧音乐的不断丰富，人们发现粤剧渐渐褪去了曾经的泥土味儿，开始一点一点地拥有了与上海相得益彰的风味。一部又一部更为婉约典雅的作品开始出现，唯美诗意的风格也自觉不自觉地渗透进了粤剧的很多剧目当中。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西厢记》，粤剧的二度创造让《西厢记》这部戏曲文学史上的花间美人，以一种更为清丽柔婉的姿态，生动而丰满地立在了舞台上。见听发从素音，是英英小姐每晚遇到花园少去。前夕今夜要把风情，他啥来时，我定能看过十分清楚。耳朵听，我年长家不盈，我自在
梦听得九门儿呀的音声，风过群声未来，异乡心声。母殿洒着姐儿仔细听呀，比那是从前日月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大家节日好，欢迎收看名段欣赏。今天呢，继续请您收看我们的名段欣赏11特别节目《锦绣粤剧美丽百年》。亲爱的朋友们，在上个世纪40年代，粤剧经过20多年的历练磨合，慢慢的摆脱了最初的青涩，开始在上海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戏迷。1948年，粤剧戏迷们发起了一场粤剧皇帝的投票评选。当时呢，极具票房号召力的著名小生尹桂芳荣登榜首，当选为粤剧皇帝。有意思的是，与四大名旦台下须眉、台上峨眉的转换一样，这位台上风度翩翩、倾倒众人的粤剧皇帝，台下却是一位钟灵毓秀的江南女子。事实上，此时的粤剧舞台早已经成为了女儿们的天下。台上无论生旦净末丑，全由昆角儿担成。尤其是女小生，更以其俊美风流的扮相风靡了无数观众。尹桂芳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所开创的尹派艺术，现在是粤剧小生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而他所建立的芳华越剧团，至今仍在上演着那些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出现的尹派经典剧目，比如《何文秀》。想得草上把破木叫一分两把，三字清香炉中茶，荤素菜肴做上房。一碗香红灯天堂落，第二碗有钱鱼儿泡的香，第三碗香橙蘑菇炖豆腐，第四碗菜香滚炒茄子，第五碗
朋友们，刚才我们欣赏的是尹派的经典剧目《何文秀》。越剧界曾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十生九尹。从这样的一种说法，不难想见尹派在越剧戏迷当中受到怎样的追捧。很多人醉心于尹派，尹桂芳独创的那种在中音区徘徊的旋律，以其特有的圆润甜美，将越剧女小生的温柔深情渲染到了极致。这样辗转缠绵的唱腔塑造出来的谦谦君子们，几乎无一不是深情款款。像《盘妻锁妻》中的梁玉书，一位家世显赫的相国公子，在洞房之夜，面对因误会而冷淡自己的新娘，仍然打叠起百般的温柔去呵护。洞房中的这一段唱，在尹派弟子萧雅的演绎下，把尹派小生柔情似水铺陈得丝丝入扣。内心灵，喜气散人无奈子，只因缘把这切莫放在我人。泪透流胸把情绪，每朝句句原来人。从此我思索尽无心亏，三菜做完来下三五苏扎谁妈妈也带郎月安有外中有情无此所一并相思铭记呀谁好容易拍得不的样子碎杀走了三句鸳鸯人今日同往三夫妻
早待在长安居身，女子啊，从今为天上帝君，神不清，娘娘是须经上一杯欢庆。朋友们，到了1946年，当时以红极越剧界的尹桂芳邀请了几位姐妹自己搭班成立了芳华越剧团。新剧团的开锣戏是一个带有异域风情的传奇故事《沙漠王子》。这个胸怀大志又温柔多情的西夏王子，很快一炮走红，成了日后尹派的代表人物形象。到了80年代，尹桂芳的一位男弟子赵志刚因为成功的重排了这出戏，被认为继承了越剧皇帝的衣钵，成为新一代的越剧王子。赵志刚以其男小生的阳刚，为这位多情的王子注入了更多的男儿气概，也赢得了一大批新时期的新越剧迷。我心爱人，可开我愿望不能忘，谢谢。好相见，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他是个年轻貌秀聪明孩儿，西山王宫好子弟，府中哎是真棒。
最过的无意之中遇公子，王子遇见了公子，你怎么为此逃的？我是从命里选出来的。那公子叫什么名字呢？公子的芳名叫一林。朋友们，关于沙漠王子，在很多老越剧迷的记忆当中，除了尹桂芳，还有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竺水昭。她与尹桂芳台下是姐妹，台上演夫妻。不过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惊若天人的伊丽公主，有一天竟然弃旦从生，创立了越剧小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流派——竹派。无论生旦，竺水昭都将水袖舞动得满台生花。他缔造了越剧史上的一段传奇，这个传奇一如他的名作《柳毅传书》中的那段仙凡奇缘，不可再求。所幸的是，柳毅的传奇故事则由他的女儿竺小昭在舞台上续写了下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大家节日好，欢迎收看《名段欣赏》。朋友们，今天呢，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11特别节目《锦绣粤剧美丽百年》。粤剧在诞生后不到30年，已经成为上海滩上最为受宠的剧种之一。一批不过20出头的小姑娘们，先后成为当时极富号召力的票房明星。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盛名之下，对和自己同样年轻的剧种本身却有着更为长远、更为深远的忧虑。袁雪芬即是当中的一个。在1942年，这位当红的粤剧名旦大胆地拿出了自己薪水的9%，邀请了一批年轻的文化人，从各方面对粤剧进行艺术革新。是啊，这个日后被称为新粤剧改革的举动，很快就获得了很多粤剧姐妹的响应。众多的名角纷纷推出了不少的新戏，袁雪芬也排演了不少富于创新的新剧目，其中包括改编自京剧的《一缕麻》。作为梅兰芳时装戏改革中的重点剧目，《一缕麻》在袁雪芬的粤剧改革中同样也是重头戏，它成为袁派的代表作之一。今天呢，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袁派弟子陶琦的表演，欣赏到这出老戏的精妙之处。新娘子，你怎么不讲话？哦，你是个哑巴。我要睡觉了。银宽次郎呼呼醉。
蛇传》中的断桥可以说是中国戏曲舞台上最为经典的折子戏之一。不同的剧种就会有不同的白娘子，杏花春雨般的越剧演绎起白娘子的千般柔情、万种心思，自然别有一种婉约与谦柔。而原派的委婉细腻，又将白娘子的忧伤和哀怨平添了一分。原派高徒方亚芬的断桥，让人细细领略了一番越剧式的断桥恩怨。
这段桥啊，你随我胸膛相依相，渐渐成一层。哪个算哪个才是真，才是情？哪个对你是假意，谁人对你是真情？啊，千层当中谁人宽？有意不知宽不清，只是不清不你宽真挂小情，怒气神的贯穿，什么算就什么真，爱什么本，信什么因你为天为地为良心，你为你小情。你会对那即将临盆小桥声，朋友们，曾经有人说呀，越剧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军国大事一律家常化，无论公侯卿相还是皇室贵胄，在越剧里啊一样进入渔樵闲话。从打金枝一句来看，此话的确不假。醉打金枝的典故，其实呢隐隐涉及某种君权与臣权之间微妙的摩擦。虽然很多地方戏啊一向都喜欢把这对君臣亲家的故事讲得家长里短，可在越剧这儿啊却更加进了一步，干脆呢就成了小夫妻俩该各打50大板的家常官司。就连驸马爷对自家功劳带有些许挑衅意味的夸赞，听起来都像是小儿斗气时夸张而有趣的卖弄。而升平公主的任性，在越剧观众看来，其实有一点无赖的可爱了，尤其由俏丽活泼的吕派花旦吴素英演来，更是如此。
当谁？哪个当谁的？是我当谁的？你当谁红灯是红衣？我就为的是你，为我何来？我且问你，世界之上何者为大？天地为大，何者为真？父母为真。你在家的时候，孝顺父母；出家之后，你正经公婆。且原来你既知道出家之后正经公婆，今日是你公婆吃得上手，你为何不去拜寿呀？今日是分nhà我受担居，本无八官做到其中凶杀，身上做得白手，只有我何时一生逍有计，我宁愿这样的祝福你，不去拜寿是何意啊？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红王家鸟有高低，你是唐家的陈明子，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裔，可恼！既然中宫太子是奉了父王之意前去拜寿，看讲起来就是你父王们。父王怎么样？他虽不能前去拜寿，也要配上一份厚礼，何况是你？我也怎么样？你是封阳王的儿媳，国爱的妻子，你只看你国家3月3日功劳，尽管开此狂言，藐视王家，实不是我王家的恩泽，哪有你国家父子的富贵？呸！你是那国家富贵且长的，听我把秋子提也提，二三七兵盘进京。
我不但要教训你，我还要打你。哼，你打，两里也不管打。哼，真的打我了。好，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让你多不知理，生命的是亲子母业气，当时后来我头破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大家节日好，欢迎收看明段欣赏。朋友们，今天呢，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11特别节目《锦绣越剧美丽百年》。好，亲爱的朋友们，到了1951年，当时风华正茂的戚雅仙和毕春芳一起搭档，组成了合作越剧团。他们二人可能都没有料想到，这一合作竟然持续了整整52年之久。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中，他们成了越剧舞台上的又一对公认的黄金生旦组合。七派毕派也成了越剧第二批形成的流派，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著名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就曾为舒缓平实又韵味独特的七派所打动，为戚雅仙题词赞道：“雅歌满江南，香声天下传。”戚雅仙和毕春芳合作的《血手印》自1957年推出后一直深受欢迎，1995年还获得了第3届金唱片奖。2004年，七毕派优秀弟子丁孝娃和金靖又重新将《血手印》全本搬上了舞台，让人们重新领略了这部经典老戏的魅力。飞魂夫妻促相望，有话不知诉何从，只见他一身穿的是目送，我心中爱惜理发红飞魂夫妻悄相梦，一话不知所踪，一阵乘风作月老，我此生又是在梦中。一个儿七分欢喜在分中，一个儿心在闷闷不言中。小姐呀，你常为君子心
送一来，方知小姐偏心啊。与你两家早联谊，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送一桌是文乃是相公有比挂在心。不太灵到外吧，一起婚是我怒气生。当年邻家门的父，你无是女见人听，自从我无声忙过，欲遭大祸烧家门。我只忙才起身，家贫挑三过光阴，那一日天灰脚比翁须为，路上行人都太冷。说什么天不平地不平，白天落雨白天淋，女婿将双挑三马，岳父骑马来又称，他为家招来我娘听，必先太师要拉婚，他只好是该修营，从此两家就断了情。心头只话多讲明，你为家禀告老娘亲，虽说你期望千金，不是欺贫而妇人。琳琅啊，挑在山崖苦翻飞，你问着是生难担人，我有心认你金不宁，此事不必上绿营，你今夜三更到院门，我300两黄金交西城，他须为美人等。他也
亲这次警察作比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大家节日好，欢迎收看《名段欣赏》。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收看我们名段欣赏的11特别节目《锦绣越剧美丽百年》。朋友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一直被认为是地方戏曲当中常用的模式，那就是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因此啊，当追鱼当中落透不遇的张真对着碧波潭自怜自叹时，接下来的那个美丽聪慧的女子的出现，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让人意外的只是，这次的女主角不是哪家的千金小姐，而是一个同样寂寞的鲤鱼精。于是《后花园》里的这段私定终身，不像平常那样在男主人公的金榜题名中大团圆结束，而是以鲤鱼精最终的化身为人而圆满结局。徐玉兰和王文娟的珠联璧合，完美的在越剧中实现了一个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童话，而他们的优秀弟子又将这个童话一代又一代在舞台上延续了下去。
将士驾到边，我看你一定有精髓好见证，但愿的富昌不随上相许，且比那牛当金银水银水朋友们，到了1951年，徐玉兰、王文娟前往抗美援朝的战场进行慰问演出。在朝鲜期间，他们听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春香传》。故事中男女主人公执着的爱情打动了他们二人。回国后，他们就改编排演了《春香传》。这个戏在上海连演半年，红极一时，成为了徐玉兰和王文娟又一部珠联璧合的经典作品。徐派的潇洒激昂，王派的自然质朴，出色地演绎出了一对纯真可爱的小情侣。他们在月下的一曲爱歌，堪称是越剧舞台上最为热烈酣畅的爱情礼赞，至今仍然回响不绝。丞相，半年之后，你我两人变什么呢？你变哪？场外中女大水。
渡边同名鸳鸯，其中一对你与我，是又是在路逍遥。但愿百年是今宵，但愿百年人不老。我要把月亮快放在天空照，莫使明月下山腰。从今人间灭不爱谁好，百年一生是云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徐玉兰、王文娟的代表作《春香传》。那么，与徐玉兰、王文娟一样，范瑞娟和傅全香也是越剧舞台上的一对默契无间的合作伙伴。不过，与徐玉兰、王文娟不同的是，范瑞娟和傅全香二人的舞台情缘，往往更多的是带着一种缠绵悱恻的悲情，比如说《孔雀东南飞》。古乐府中的这个凄美的孔雀传说，虽然有一个浪漫主义色彩的尾声，但在范傅二人的越剧版本中，更撼动人们的却是男女主人公无力与命运抗争时的肝肠寸断。傅派明代陈飞用他幽咽曲折的唱腔，道尽了兰芝被遣时的委屈、哀伤与不舍。君家侍奉公母，亲民作戏，我是金台应当不观察，才貌出张莲花，当初何必献媚
相对于刘兰芝饱满的内心世界，古乐府诗中留给小丽、焦仲卿的心理空间其实并不多。妻子的再嫁婚期迫在眉睫，但专横的母亲仍然毫无回转之意。焦仲卿的进退两难在诗中唯有4句带过，那就是长叹空房中，坐骑乃耳立，转头向户里，渐渐愁间破。但这4句简约的词句在越剧中被巧妙地化简为繁，成就了一段经典的范派唱腔：人去楼空空寂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大家节日好，欢迎收看名段欣赏。朋友们，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名段欣赏11特别节目《锦绣越剧美丽百年》。朋友们，到了1955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点名指示中国代表团为各国记者放映我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相应的宣传文案准备好以后呢，周恩来却觉得那些冗长的介绍都是隔靴搔痒，他大笔一挥，用10个字概括了这个古老的东方爱情故事，那就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的确是神来一笔，这对至死不渝的东方情侣，在西方人眼里不再陌生而神秘。极具中国色彩的化蝶，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注视下，很自然地和理想中天国的幸福画上了等号。西方人惊叹于这种中国式的浪漫与美丽，不过让他们感到费解的是，一样是为情而死的恋人，梁祝为什么不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及早表白呢？18相送中，祝英台一再的比方暗示，梁山伯屡屡的不解风情，在他们眼里是不可思议的。而事实上，对中国观众而言，这一段戏却是整个梁祝中最为盎然生趣的。两兄情，也的情。两兄
两兄本是女，女子与兄同了父，在庙里比来比去比长我，亲两兄你莫痛苦，小弟来来慎重。好了好了，快走吧。朋友们，梁山伯的呆头呆脑让人忍俊不禁，而祝英台的聪明的心思也同样惹人遐想。他在18相送当中一次次的试探，究竟是心如鹿撞多一些，还是心急如焚多一些？这样细腻的人物情感，的确是只有一直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观众们才可能品味一二。也只有这样的观众才会在山伯私祝一场当中看到梁兄还在挂念他的祝贤弟时，就已经感到即将迎面而来的悲剧气息。而在回18一折当中，梁兄迟来的醒悟和欣喜，在入戏已深的观众看来，除了感同身受的喜悦外，更有一种令人心酸的意味。心
长亭。梅花吐露成小溪，如今是泥塑木雕不知音，记得拆了人，过了关。他曾经比喻教父为妻撒大家有牡丹恩如盼，下了山故自长，他这是水里鸳鸯两成双，故自堂啊结了我，引来300真子来投我啊。作为东方最动人的情侣，梁祝的爱情力量有力地粉碎了当时国际舆论对新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某些偏见，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由此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走向世界舞台的一张名片。它让国外的观众看到，中国戏曲在梅兰芳之外，还有着其他斑斓多姿的色彩。实际上，不仅是国外，国内的相当一批观众也是通过《梁祝》才第一次认识了越剧，认识了这个来自江南的地方剧种独有的风情。在越剧的演绎下，《梁祝》这个流传于民间多年的传说显得更为凄婉感人。尤其在楼台会当中，祝英台那段如泣如诉的“记得草桥两结拜”，已经成为了越剧舞台上的一曲催人泪下的爱情绝唱。草桥
用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除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呀。弟弟因过马家驹，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违，马家四大金难填，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违。马家四大金难填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大家节日好，欢迎收看《名段欣赏》。朋友们，今天继续请您收看《名段欣赏》的11特别节目《锦绣越剧美丽百年》。朋友们，到了1982年，上海主办第3届全国红学讨论会，期间呢，组织了参观大观园的活动，特别邀请了越剧《红楼梦》当中宝玉、黛玉的扮演者徐玉兰、王文娟一起参加。消息传出，许多人都来争相一睹宝黛风采，一时间人潮如涌，万人空巷，险些将一座石桥挤塌。最后呢，不得不找出了派出所，才好不容易把徐王二人从人海里保驾出来。越剧《红楼梦》当年的受欢迎程度，从这个事儿当中可见一斑。的确，在数不尽的《红楼梦》戏曲改编中，越剧《红楼》可以说是公认的最为成功的一部。大观园里的桃红柳绿，女儿国中的莺歌燕舞，由全女班的越剧演来，原本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再加上徐晋编剧高妙的剪裁，越剧《红楼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人们心目中名著《红楼梦》最精彩的真人版。徐玉兰与王文娟将曹雪芹文字意境中的诗意唯美，成功地引渡到了舞台意境当中。比如黛玉葬花一幕，早已成为越剧舞台上最富诗情的经典画面之一。极具古典气质的王派弟子单养平，更是把这幅葬花图演绎得美轮美奂。
难幸免。天心头无此与相去，碧纱锦囊收烟棍，一盘净土，一夜风流。
朋友们，林妹妹眼中的一座愁城，在书中本是全凭看官意会，但在越剧中，林妹妹凄楚的眼神、孤零的身影，就把大观园中逼人的锋刀双剑尽数带出。而接下来宝哥哥的一段贴心贴肺的提己话，则被巧妙地改编成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徐派唱段。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宝玉的这段肺腑之言，由徐派高足钱辉丽唱来，声情并茂。你挑，还怕那呀外婆是不知道，我情是张张切切来遭了。你啥烦恼我但愿你啥开眼我先想，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山，像一梦所生的情同胞。谁指望清清年年才到底，中间的我俩今年比谁好，谁知道妹妹生大你心也大，这今日你瞎着眼睛帮我瞧，三朝事情多离我是保佑身为老婆办烦恼。我一从你当年是马也好，为什么月儿鼻子将我跑？你嘴你说也是生也好，为什么别人都是你常备好？你叫我光明不怕光明门，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过去时的归文，缘难
朋友们，想当初一段中，宝哥哥这一番情真意切的知心话，按理说应该让林妹妹定心不少。不过，这位寄人篱下的孤女林黛玉，在春色满园之际，尚且会立刻想到日后的春残花落。那么，她对自己不可对人言说的儿女情愫，自然更加敏感而脆弱。哪怕有贴心丫鬟紫娟的劝慰，林黛玉仍然止不住心头的叹息。她忧伤而美丽的长叹，在越剧中化作了一段愁长百转的王派唱段。劝代。
奇缘，为什么一副心肝，一副上，杀生今生有奇缘，为什么各有这个山？一朵香，有情此香，我只有心海里盛把呀米上。朋友们，喜欢《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林妹妹的重重心事事实上并不是多余的。无论宝黛二人怎样心意相投，金玉良缘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直到调包计最终把蒙在鼓里的贾宝玉送进了洞房，越剧中徐派的激扬洒脱将宝玉的狂喜渲染得酣畅淋漓，却反而更让人唏嘘不已。洞悉一切的戏外观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贾宝玉一步步迈向悲剧的高潮。林妹妹，今天是走古道今，天上人间，此地间苍山满意的人啊！我怕我下去将心心经，说遍了只对把家庭对，总算是东园桃子心园里，今日一想一直在。此生不娶林妹妹，心事灯花鬓谁开？往事定成一片根，今日落日无言美，从今日呀与尘世早起在花台，开一条奔马迷彩，天下名利万俗王，不与谁赢大长腿。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好！大家节日好，欢迎收看名段欣赏。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名段欣赏11特别节目《锦绣越剧美丽百年》。好，亲爱的朋友们，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越剧已经成为全国非常有影响的地方剧种之一了。但对于越剧而言，不断的创新才是它得以保持年轻活力的根本。一代又一代的越剧新人也在继承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尝试着创作出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剧目。是的，新时期的优秀作品往往继承了越剧的柔美婉约和诗意唯美，同时融入了更多的时代精神。在新时期的越剧舞台上，无论是新编戏还是改编的传统戏，都更加强调人物的个性刻画和剧作的文学内涵。比如像紫玉钗这样从元杂剧改编而来的才子佳人戏也是如此。一路
问：新编越剧《梅龙镇》取材于传统京剧《游龙戏凤》，说的是明朝正德皇帝与店家女李凤姐的一段轶事。但是这部被打上了青春名号的新编越剧中，正德却再也不是京剧中的那个挂着髯口的风流皇帝，而是一个贪玩而少不经事的少年，懵懵懂懂地邂逅了自己的爱情，而后在爱情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中，试着学会了长大。著名的范派小生张瑞红将这一个少年天子的成长故事演绎得轻松浪漫，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实际上，正德皇帝的青春化，某种意义上代表的也正是上海越剧在新时期对剧种青春化、时尚化的一种探索。大年独笑啊，大有是
上海粤剧在新时期对粤剧的发展进行各种的同时，粤剧的发源地嵊州也尝试着对粤剧的新发展做出家乡人的努力。在粤剧即将迎来100年华诞之际，嵊州市粤剧团推出了大型粤剧历史剧《蔡文姬》。这个发生在大漠中的故事，给一向小桥流水般的粤剧舞台带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苍凉和激越。但粤剧擅长的抒情本色，又依然在剧中人物的情感戏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发挥。在回归中原的一场戏中，蔡文姬被迫抛夫舍子的锥心之痛，由优秀金派演员黄美菊演起来，十分令人扼腕。
魂不在，去留儿时真绝在。恨苍天，偏偏要分无家宽间。朋友们，杭州越剧院创作的新编剧目《刘花溪》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江南水乡，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古老的大家族中的几代女性。从这样的背景和人物来看，刘花溪的题材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越剧烙印。但越剧这一次演绎的江南女子，却不像以往传统戏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可以用善良、美丽这样的词汇来进行简单的定义。刘花溪当中的几个女人性格都具有复杂的多面性。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出现，意味着越剧越来越注重人性的深层把握，这也是近年来越剧发展的一种新倾向。听说你残余虚亏，放心不下。哎，我们的小宝宝呢？哎呀，宝宝，你弟弟看你来了。哎呀，我的宝贝儿子啊！官人，你弄错了，为妻生的是一位千金。都开玩笑，开玩笑！我明明听母亲说，你在我家生了一位公子。哎呀，官人，你真的弄错了，为妻生的是一位千金。那耶，废话噻！哦，定是我读书读混了的，听错了，听错了。官人，你不高兴啦？高兴，高兴。都是亲生骨肉，后分男女。官人娘子，世上啥事妇女子，天下男子就妇娘子。男子啥事妇娘子，何来儿子不孙子？生男生女皆一样，都是生生大喜事。娘子啊，先开花后结果，待来年再生一个胖儿子。官人，你这样说，为妻我也就放心了。耶，好快，好快！娘子，这张红肚队是你绣的？绣得真好看。